Hello，我係鍾端玲喺 Buffalo 嘅，今日同大家傾下聖經可信嗎？聖經話神說我們要照着我哋嘅形象，按住我哋嘅樣式做人所以我哋咧係似神嘅樣噶神咧想同我哋咧建立親密嘅父子嘅關係做神嘅孩子係最大嘅福氣。所以聖經講咧，神係創造人唔係話創造嘅馬騮就變成人，唔係直接係創造人嘅但係我哋細個咧就讀過北京猿人意思咧就係由猿就進化變做人咁中間咧呢個圖有4個就稱為猿人，呢叫中間體，就係畫出嚟嘅總係缺失或虛構進化論咧主要係達爾文講嘅就話有一個單細胞一個細細嘅生物變就變咗各樣嘅植物同埋動物，但係咧佢冇考慮第一個生物體係點樣形成嘅，科學無法解釋非生命如何轉化成為生命基因咧就 DNA 啦，係一個分子裏邊咧嘅結構咧就係資料嘅儲存，咁佢係喺細胞核裏邊咧包含大量嘅信息，係遺傳嘅密碼。就每個生物植物好動物好都有佢嘅 DNA， 不同人有不同 DNA 所以非常非常多嘅數字信息，以至咧需要無限嘅算法。基因喺物種之間咧差異好大嘅，譬如貓同狗差異好大嘅，所以進化咧咁變法咧就一定要有重大嘅基因嘅突變左邊就係正常嘅 DNA 啦，右邊就係突變咗嘅 DNA 咁左上角咧就係正常嘅細胞，突變下咧就好可能咧變咗惡性細胞，就係癌症啦進化咧應該係會導致改進噶嘛，但係進化嘅機制就係突變咧好有問題動物同埋植物咧都係神嘅創造聖經話神說地要發生青草同埋結種子嘅菜蔬，並結果子嘅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核，事就這樣成了有各種嘅果實俾我哋食噶植物咧係最早被創造出嚟嘅生物，呢個係聖經幾千年前已經寫咗出嚟，但係而家嘅科學咧就係咁話係相符嘅啲植物咧有一樣嘢好犀利嘅，就係有光合作用，即係喺光之下咧啲二氧化碳同埋水咧咁吸收咗咧就咧有個化學作用就變咗氧氣，所以咧植物就係吸收二氧化碳釋放氧氣嘅咁啲動物咧好似魚雀仔人咁咧都係吸收氧氣呼出二氧化碳嘅，啱啱先相反，所以啱啱好所以咧神喺創造動物之前咧創造咗植物咧係好有意思嘅魚同埋雀仔咧係神最早創造嘅動物，呢個係聖經幾千年前已經咁寫噶啦而家嘅科學咧係相符嘅雀仔咧可以坐喺植物上邊噶噃所以有咗植物先至有雀仔，幾好咧魚咧就係生活喺水裏邊噶嘛但係水裏邊嘅氧氣含量非常低嘅，可以100萬分之一咁少食咁點算咧？咁魚咧就開口灌水咁一味灌唔得噶，要排翻出嚟噶。咁佢開口咧就啲水入嚟啦。然後咧就嗰個腮蓋咧就打開，咁個嘴巴合埋啦，腮蓋打開，啲水就排出嚟。咁個腮咧就吸收啲氧氣，好多水咁樣過，以至咧佢就夠氧氣生存啦。神話地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所以牲畜、昆蟲、野獸
呢啲就跟住神要創造嘅，好靚噶，最後神就創造咗人啦。耶和華神用地上嘅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喺佢嘅鼻孔裏邊，佢就成咗有靈嘅活人，名叫亞當。所以咧，人有體，亦都有靈。體咧係一個物質嘅部分，靈咧係一個非物質嘅部分。靈咧係用嚟與神互動嘅。我哋唔係話透過頭腦好叻嚟到與神互動，而係通過我哋嘅靈。宇宙咧都係神嘅創造喎。行星繞住太陽移動，特別地球咧一年就行一圈，咁就定咗一年啦。聖經話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嘅居民好像蝗蟲。又話神將大地懸在虛空，哇，講得咁準嘅，幾千年前已經寫咗咁噶啦，同現代嘅科學係相符嘅。仲有南北嗰個條軸唔係直落，係有一個角度噶嘛，以至咧就有四季啦。呢個角度好緊要，23.5度以至咧我哋有春夏秋冬。聖經又話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做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講到咁重，同而家嘅科學咧係相符嘅。咁邊個寫嘅咧？創世記係摩西3000幾年前嘅人咁嗰陣時嗰啲科學水準好低嘅啫嘛。都係最近呢幾百年人先發覺地球係一個球，唔係平嘅。咁點可以摩西講到咁準嘅咧？咁因為唔係靠佢叻，而係靠神嘅啟示。創造嘅過程得到事實同埋觀察嘅強力支持，但係科學咧太有限啦，無法完全證明創造嘅過程。講下挪亞洪水啦。聖經話咧，洪水持續嘅時間咧係300日，跟住咧挪亞一家咧就留喺嗰個方舟裏邊，等咧洪水後咧喺方舟70日，等嗰啲水咧出邊啲水慢慢乾啲。乾嘅時候咧就有沉降呢樣嘢啦，就沉積岩就形成喺洪水後嘅乾燥期。所以咧，地球陸地嘅表面嘅73%都係被沉積岩覆蓋嘅。呢個就係大峽谷啦。你見到打橫一橫橫嘅，就係呢個沉積岩啦。挪亞洪水應有嘅後果被考古證實。當洪水時咧，大規模嘅死亡發生，因此化石都係完全形成嘅，冇話從以前嘅形式進化而來嘅。大部分嘅化石咧喺沉積岩中，簡單同複雜嘅生物咧都混雜喺一齊嘅。呢個就係黑海。嗰時大洪水啊嘛，咁咧本來咧個黑海咧係比較細嘅一個淡水湖，因為咁犀利水咧就變咗一個大啲嘅，即係本嚟深藍色而家連埋啲淺藍色嘅，大咗咁多，而且咧水好犀利啊嘛，就衝到去地中海嗰啲鹹水海，因此咧呢個黑海咧又從淡水海變咗鹹水海。左邊橙色嗰一忽咧，特別咧啲考古學家中意研究，因為咧呢一忽咧從前咧係陸地，而家咧就係海，咁所以就係呢忽啦，左邊呢忽呢個係呢個海佢咧就喺呢度，舊時係土地，咁佢哋就係做黑海嘅水下考古，哇！真係揾到各樣嘢係人造嘅嘢啦，好明顯發現咧有動物嘅骨骼，有石器，有人骨，有各種嘅物體。挪亞嘅方舟嘅設計咧，完全係神俾嘅。聖經講到好清楚，啲尺寸幾多幾多，
有3層，用咩做嘅？係用木做嘅。呢個咧係一個模型，係使用聖經中嘅設計建造嘅模型。你睇下嗰啲人啊，咁矮嘅啫，即係呢個方舟好巨型嘅，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嗰陣時真係冇人諗到做咁巨型嘅船噶嘛，但係挪亞咧完全聽神嘅話，神仲教佢聖經話你要用歌斐木做方舟，分一間一間咁做，裏外咧都抹上松香，松香就係瀝青，用嚟防水同埋表面強化嘅。挪亞係個農民嚟噶，佢邊度識咁多呢啲嘢啫？但係神咧就教佢，佢就完全嘅順服，所以咧就抹瀝青，上面冚唪唥抹晒，神叫佢咁做噶嘛。洪水過後咧，方舟咧就停咗喺一個山上，係亞拉臘山，就係喺呢個紅色嗰個三角形嗰處，喺土耳其嘅東部。出邊啲地乾比較乾啦，咁樣咧，挪亞一家咧就從嗰個方舟咧下山，下山咧第一件事就成家一齊敬拜神，仲獻祭添。漢字咧有5000年嘅歷史，其中一個字就係船，左邊係舟，右邊係8口。挪亞方舟裏邊有8個人，就係挪亞兩夫婦、3個仔、3個新抱，夾埋8個人。中國人咧造字嗰時知道呢件事，所以船咧係8口。苗族咧係最早定居喺當今中國嘅民族之一，佢哋嘅歌曲咧描述咗洪水。亞拉臘山上邊咧係真係揾到呢樣嘢，尺寸咧就接近聖經中描述嘅方舟，所以方舟咧可能係停喺呢度，就係亞拉臘山。又講下第二樣嘢啦，係所有嘅有機體，不論係植物同埋動物咧，都有有機嘅分子嘅，好似糖類啦、蛋白質啦、脂肪啦等等。咁所有嘅生物嘅分子咧，都含有碳呢個原子嘅。例如咧，呢個分子中咧，每個黑色嘅波波咧，就係一個碳原子啦。當有一個有機體，不論係植物或者動物死嘅時候咧，佢嘅碳咧就開始衰變啦、衰減啦。有2種嘅碳，一個14，一個12。12嗰個係主要類型，係冇放射性嘅；14咧係不主要嘅類型，但係有放射性嘅。咁樣放射性嘅原子就咁樣衰變嘅。就係嗰個碳14啊。佢有放射性，咁就放嘅時候咧就有變啦。就通過測量發射嘅輻射量啊，就可以算出放射性嘅原子嘅數量。好啦，空氣就有二氧化碳啦，咁咪碳咯，咁其中有一小部分嘅碳就係碳14啦，咁啲植物咧就吸收二氧化碳，所以就有咗碳14啦。咁動物咧就食植物喎，咁又得咗啲碳14咯。但係動物死咗之後咧就唔再食啦嘛，就冇再增加啲碳14啦。碳14有幾多咧？如果死咗冇耐咧，就好多出嚟嘅。但係如果死咗好耐以前就輻射好少啦。呢個咧就係剩餘嘅碳14同年日嘅相比。半衰期咧，即係話咧呢個碳14冇咗一半。咁碳14嗰個半衰期就係5730年。一個半衰期就冇咗一半。10克變咗5克，第二個咧又冇一半，5克變2.5克咁樣。咁死後植物同食物都唔再獲得更多嘅碳啦，就透過測量剩餘嘅碳14嘅數量咧，就可以估計呢個生物體喺多長時間前死嘅。呢個咧就係一樣咁，即係但係到咧10個半衰期，即係57000年。你睇下。
差唔多零嘅，到即係唔使57,000年啊，之前已經係相當係零噶啦所以咧57,000即係冇嘢睇冇嘢睇你點量咧咁，所以有啲報道咧話，哎呀100萬年啦冇可能嘅冇嘢睇嘅探測年嘅困難，超過1萬年，特別係超過5萬年咧係非常不準確仲有污染啦又有計算年齡咧，就需要比較樣本中嘅碳14含量與開始時嘅碳14含量，但不足夠知道開始時有多少碳14。仲有咧，碳14同碳12嘅比例因時間同地點係不同嘅。燃燒煤就會產生二氧化碳啦。咁核子試驗咧就增加咗喺大氣中嘅碳14。呢個咧就係喺印度尼西亞爪哇嗰處掘到嘅骨頭稱為猿人據報道咧，距今係117000年前嘅好耐喎係根據對同一個骨床上嘅動物化石進行定年，以及對周圍土地形態嘅定年，即係咧測下周圍嗰啲土地啲沙石有幾耐就當如咧啲沙石有幾耐就等於呢個骨頭有幾耐啦。咁所以假設化石同附近嘅岩石具有相同嘅年齡，點解有咁嘅假設嘅咧？就係因為咧呢個考古層嘅概念上邊咧現代嘅地面咧越深就越老，就假設就係同一層就同一個歷史時期，但係咧挪亞洪水嘛，咁好犀利水嘛，沖到周圍都係嘛，啲骨頭啲石沙全部沖亂晒龍，咁你點可以話同一個層側邊嗰啲沙泥咧就係同嗰個骨頭差唔多嘅歲數咧？我同我先生咧就參觀過西安博物館，嗰度咧就陳設咗一個骨頭，就稱為猿人。我就問下嗰個導遊啦，點解叫佢做猿人啊？佢話好老噶咯，咁即係猿人就係好老啦，好老就即係猿人啦。呢個咧係循環嘅推理。好啦，聖經又話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一個步驟創造嘅就係光。光咧係一個波，光咧係以一定嘅速度傳播嘅，因此時間就有定義啦。仲有咧因為光有個速度咧，就距離同埋空間咧都有咗定義啦。我哋話月球係1.3光秒就咁定咗呢個距離空間啊嘛。仲有光係一種電磁波因此咧就引入咗能量啦。光咧體現咗時間、空間同埋能量。神第一天創造光係好有意義嘅。聖經話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就講就得噶啦，唔係話要點樣呢樣溝嗰樣點樣做到光，唔係神說佢嘅話語係好有能力嘅。中國嘅字咧造造咧有個告喺入邊噶嘛，告咧即係講嘢你造就係創造啦，創造咧係有講嘢嘅。聖經又話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住，大大地平靜了。又係講就得噶啦。講嘢好緊要有能力嘅。我哋似神啊嘛，所以我哋就講嘢。嬰孩出生就具有學習任何語言嘅先天嘅智力。3歲前學習語言咧嘅能力係最高嘅，唔止可以講嘢仲可以唱埋出嚟添。啲黑猩猩咧就冇呢啲咁嘅能力啦。聖經又話耶穌把水變酒，
嗱，水同酒嘅化學成分係不同㗎噃。咁啊，話點得㗎？不同嘅，一個有碳，一個冇碳，你點樣可以變咧？咁啊，呢個咧因為係超自然嘅，靈界係可以超自然嘅，物質界只限於自然嘅。啊，神係個靈耶穌咧趕走附喺男孩身上嘅魔鬼，呢個係靈界嘅工作。科學考慮物質界，但不能考慮靈界，亦不能考慮超自然嘅力量。即係耶穌把水變酒，呢個係超自然嘅。耶穌斥責風，平靜風浪，呢個亦都係超自然嘅。耶穌嘅母親處女懷孕係超自然嘅。耶穌復活係超自然嘅。耶穌趕走附喺男孩身上嘅魔鬼係超自然嘅。神話要有光就有光，係超自然嘅。物質守恒定律，即係咧個物質嘅數量咧係唔變嘅。譬如咧呢個煤你燒佢開始幾多克，完咗又係幾多克，你就要吸住佢，等緊出嗰啲氣體咧唔走，咁咧就原本100克，收尾又係100克，即係唔轉嘅。咁能量亦都係守恒定律。即係你個單車咁上，你就需要入啲能量啦。你落波又出翻啲能量，咁就係咧就係唔轉啦。開始同收尾一樣。愛因斯坦咧就話能量同物質係等價嘅。因此咧就不只係物質自己同能量自己，而係兩個加埋都係守恒嘅。宇宙中物質同能量嘅總量係恒定嘅，佢哋既不會被創造，也不會被毀滅，無中生有係不可能嘅。超自然力量先至可以繞過呢個自然嘅法則，所以宇宙嘅起源咧必涉及超自然嘅力量。神蹟好似醫病趕鬼咧，必涉及超自然嘅力量。又講下預言啦，即係咧未發生嘅事就先講咗出嚟。聖經有好多好多嘅預言被應驗咗。預言以色列被巴比倫征服。巴比倫咧征服以色列喺公元前607年，並且擄走咗啲猶太人，擄去巴比倫。但係先知以賽亞咧喺擄走之前80年就做咗呢個預言。呢個地圖綠色嗰度咧就係以色列啦，北邊咧橙色嘅就係巴比倫國啦。咁樣好強大，就食咗以色列啦。個綠色嗰個冇咗啦，食咗佢啦。仲預言波斯會征服巴比倫。耶利米書話：這些國民要服侍巴比倫王70年，即係話你巴比倫咧咁架勢都係70年嘅啫。預言咗噶啦。以賽亞咧亦都預言波斯王居魯士將會征服巴比倫帝國。以賽亞咧喺居魯士出生之前150年就做出呢個預言。以賽亞書話：巴比倫素來為列國嘅榮耀，為迦勒底人所矜誇嘅華美，必像神所傾覆嘅所多瑪、蛾摩拉一樣。咁樣呢度波斯藍色嘅喺巴比倫嘅北邊，巴比倫係橙色嘅。但係咧波斯強大就食咗巴比倫啦。又一個預言就係預言以色列國復活。復國。耶和華說：日子將到，這城必為耶和華建造，不再拔出，不再傾覆，直到永遠。以色列國果然1948年係呢個國覆滅咗2000年之後復國。呢個以色列喺1948年呢忽淺綠色嘅土地，佢就復國啦。
有一個預言就係耶穌喺邊度出生啊？大約喺公元前700年，即係大約喺耶穌誕生前700年呢，先知彌迦就將伯利恆呢個小村莊命名為以色列未來彌賽亞，即係耶穌嘅誕生地。彌迦書話：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做掌權嘅，佢嘅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耶穌嘅父母咧就係住喺拿撒勒嘅，喺北邊啊。咁咧伯利恆喺南邊嘅，就相隔有大約70英里。咁點解會無啦啦走去伯利恆生耶穌嘅咧？咁原來咧嗰個該撒古士督，即係當時由羅馬帝國嘅皇帝咧，就下令對整個嘅羅馬帝國進行人口普查，要求人們前往祖籍地進行登記同埋納稅。當時咧瑪利亞已經身孕好重啦，但係都要咁因為約瑟咧佢個祖鄉下佢係大衛落嚟嘅，即係嗰條線嘅。大衛咧就係伯利恆嘅鄉下啊嘛，所以佢咧就要翻鄉下去伯利恆，要至少5日嘅路程。結果咧佢就去咗伯利恆，就啱先喺嗰處就生咗個耶穌啦。又一個預言就係耶穌被出賣。喺公元前5世紀先知撒迦利亞就預言耶穌咧將會被出賣，係有30塊銀子出賣。嗰度佢聖經話撒迦利亞書話，於是他們給了30塊錢作為我的工價。耶穌嘅母親處女懷孕，呢個係預言嘅應驗。耶穌復活亦都係預言嘅應驗。我冇時間講咁多預言啦，太多啦。聖經嘅時間表有舊約有新約，舊約咧係基督前，新約咧係基督後。好多嘅預言就喺舊約嗰度寫晒出嚟。咁咧嗰啲應驗咧就喺新約嗰度寫晒出嚟。好多。呢度咧就係左邊就係月年啦，呢啲月年整出嚟，然後咧就喺右邊就係新約時代咧就應驗咗啦。點解會咁準嘅咧？冇話預言一樣嘢，第二樣嘢發生咗嘅咧？因為聖經都係神所默示噶，唔係話嗰個寫聖經嗰個人叻諗到出嚟，而係神俾佢資料，神默示，否則你點會咁準嘅啫？聖經咧並非數學著作聖經咧可能將派描述為3，而唔係3.14159。喺所羅門聖殿裏邊有一個大型嘅圓形嘅水池。聖經咧喺列王記上咧就描述佢嘅大小。呢個描述中咧就係將派描述為3嘅。呢個唔表示聖經錯，而係咧聖經唔係一個數學嘅著作啊嘛。聖經咧亦唔係一個科學嘅著作，聖經中冇化學公式，亦都冇科學嘅分析。但係咧包含嘅科學真理直到近代先至被人理解嘅。聖經咧仲包含咗跨越數千年嘅寶貴歷史，啲歷史咧非常真實，包括光榮嘅同不光榮嘅行為咧都記載喺個書。例如咧耶穌嘅祖先中有一位曾經係妓女嘅，都好誠實咁寫出嚟嘅。聖經嘅目的係要向神所創造嘅人類傳達神嘅信息。北京有個天壇啦，裏邊咧有一個中間有個牌寫住皇天上帝，皇天就係最高嘅天，最高嘅上帝。中國人稱為天啊嘛，天咧嗰個字有個大，上面一個一，大即係好偉大啦。一就係一個，呢個就係上帝啦，好大，
就一個啫。讀聖經咧要心存敬畏最好咧讀聖經之前咧祈禱就有幫助嘅。希望咧認識更多神我哋讀經希望認識神多啲，又希望咧從神得到智慧，因為神嘅智慧比我哋嘅智慧高好多我哋仲希望神指引我哋嘅人生旅程因為咧順應神嘅旨意係會帶來有意義嘅人生。我哋仲希望知道自己離開呢個世界後會去邊度呢？神嘅話係活潑嘅，係有功效嘅所以聖經同所有其他書籍都不同嘅聖經可以光照我哋嘅靈。神可以透過聖經嘅經文同我哋溝通同一節嘅經文重複閱讀咧，可能會帶俾我哋不同嘅啟發所以唔好以為通讀成本聖經咧就讀完啦，唔使再讀啦。咁唔係聖經咧真係每一每句都係寶貴，係俾我哋隨時我哋當時需要嘅幫助願你哋透過讀聖經咧，更加經歷神，願神祝福你。